2024年8月15日，被美国签证的日家中手逮着。 侬汽车来了不啦3个问题，你讲你到美国去啥去？我讲去白相，你到罗德去白相。我讲个东海岸、西海岸、华湾线，你准备去白相交关辰光，11天，那么就谁讲个？你的签证通过了，不简单吧？哎，我就出来了呀！哎，侬也要去办签证啊？那么我要么明朝我自家再来办一张。人生苦短啊，各种各样味道侪上场。一到看看比双子海了，一到么南京西路呀，一到再发海嘛没上海话，上海嘛弄得出生个地方不多个呀，南京路、淮海路、外滩、三角的八塘一站一过。到前头走，有一栋路，有时还是去看传说当中的龙寺啊！定海神针，上海就靠搿根物事。真的啊，红灯红灯红灯啊！那么介要命的啦！那个不是单子的问题，那个是素质问题。还是前头搿根侪是龙树啊！还是讲你别弄错它。真的啊！还是那个一根是龙树啊，定海神针啊！罗根，我到现在没看到。罗到有把谁讲个家一打？你别看错它，这边电线没过啊！前头一根是路灯。勿会啊，我娘哎！哦，我看到了。14块在一个里节前，我付诸来自17报道，分至于搿个么子的。才刚讲，往当时当我，那么请风水先生来，得来个地方3根龙树啊！你得带2趟位置去看看，快点！今天再加有个地方也带着。美国回来打脑子，狮子也一打，转来再打。哎的，我觉着你这个打还外面会得改地方个啊！啊哈，搿边老子冷锅了头。那个是都吃饭个呢，偷在的。这一种地方，你应该都来。1年2道，再请是腰围版。哎，经常来知道你心灵会得到净化，灵魂会得到升华。那么侬下趟的抖音上赚个钞票对伐？哎，统统捐脱毛了。啥个代志呢？哟，侬廿亿啊？退休工资3千5。也捐拨伊。抖音钞票也捐拨伊。跟我哪能办？伊会得考虑侬个生活个呀。侬只要开会放烧毛了呀。捉老子与杀头一道去杀了。搿我不去，杀头哪杀的？搿个不来讲，哎，搿边哪去呢？我来好灯也怕个，先吃老虎灯再杀头。早知道也怕个，我侪怕，我样样怕。搿票人统统侪到这个地方去个。你都带啥去？娘都吃的。刚叫侬做啥，侬要做啥个？没回家个。现在到底我不在，大觉着你应该去吃饭的。吃啥饭？黄米，我请你吃啊。